大家好，我是涂志忠阿忠古，欢迎大家来到客家苗栗学院，又老大家来见面了。今日嘅主题是文化交流，用翻译来讲就是文化交流。喺今日嘅了解课程地图咧分作3個部分，會用短劇留大家聽下來收嘅啲職場上啊，做頭路家下，然後人客聯絡嘅時節會用到嘅詞彙韓國記嘅。韓國有傳統嘅生活地圖，然後客家文化有相關嘅詞彙留記哦。呢個詞彙還有記嘅，會喺一節課程地圖都教俾大家。好咧，話唔是講咁多，聽得就來聽下來看一下，今日課程地圖會發生呢條神奇嘅事情了。喂，條架，喺條架啦，唔定下好老人客見面嘅時節，記得要先打招呼哦。哦，我知啦，條架。不過問一下吼，等下一見面你嘅啥人啊？係唔熟悉嘅人客冇啊？然後對方見過100面天天，係朋友少嘅相識嘅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哦。你奇怪，約天嘅時間唔多誒，因為冇小心哦。啊，嘅條架，我一下來聯絡對方啦。好啊，唔定下假使遇到乜嘅情況吼，唔等打電話本啊。好。排死，挨慢到。阿飛，你因為啲人咯，我這樣上班啦。哦，你覺得佢衝爽哦？係啦，就會挨啦，因為按度好咯。係按度好。哦，也係挨個名片。哦。哦。哎呦，哇！啲男美人拿下水鳳色嘅名片，從什麼拿來空用？哎呦，唔通係說是按久誒？唔對哦，我親好嘅什麼就係水鳳色。敢有呀種事情？係哦，其實一下哦，好物嘅什麼，然後係洗禮啊，係係什麼都冇關係啦。啊，咩係啦？係死哦，剛才用講，哎唔會啊。係咧，嚟前面見咖啡堂，坐下嚟好好嚟講誒。好啊，資料都準備好誒。好，嚟。哇，實在很拄好哦！冇想到阿明呢，然後阿飛呢，兩隻老同學。竟然做世家下會遇到呢？啲職場上遇到頭擺相識嘅老朋友，實在很難得。稍等就來看一下家下嘅短劇地圖，有哪條詞彙韓國記嘅，得得你來學習了。第一老大家小記係熟識，翻譯就係熟識。用家下嘅短記嘅老大家小記就係。係熟悉嘅人客冇，係熟悉嘅人客冇，是你熟悉的客人嗎？聽一陣，我老大家小記係相識，認識，朋友小記相識嘅朋友。小記相識嘅，睇下男士嘅講法。朋友小記相識嘅，朋友介紹認識的。第3集，聯絡。一下來聯絡對方，現在來聯絡對方。